唔知大家敢捌看過畫面內底這種規片的蘆筍咧？有民眾去買蘆筍，所發現講，這買轉來的蘆筍頭前看到是一支一支的，不過後壁卻是連做規片。民眾都煩惱講，這敢會食哩咧？學者講，這種變形的食到口感是較無共款，不過對健康並無敗害。買回來的蘆筍變到後面一看，一支一支的蘆筍煞變做規片的，民眾感覺奇怪，也煩惱敢是買到變異的物件。實際來到種蘆筍的田來問，農民講，這種狀況加減會發生，若是予糖加過，就較會出現變形的蘆筍。我們不會出貨，它就是田間的格外品，甚至如果是扁平狀的，我們自己也不太會吃。嘉義大學生物醫學教授指出，蘆筍生長的過程，若是拄到環境的變化，親像天氣也是病蟲害，攏會造成這款狀況。雖然吃起來無安全的問題，不過口感嘛會較無共。在台灣，我們稱之為蘆筍的醉化。那一般來講，它都在生長的時候遇到一些環境的問題啦，環境的壓力的這些問題啦，或者是病蟲害的問題啦，應該是沒有什麼安全的一個疑慮的。農民表示，這種變形的蘆筍除了口感較無共以外，要下鋪的時陣其實嘛無好處理，所以若是有這款蘆筍，伊攏袂交出去，大部分家己食較濟，因為市面上較看袂到，所以對民眾來講，才會較罕見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